話搭車就唔應該頂住道門等人嘅。星期二朝早大約8點幾嘅繁忙時間，屯門輕鐵站有2個女學生涉嫌用手同埋腳阻礙列車車門關閉，引起網民批評行為罔顧安全。而涉事學生所就讀嘅中學就話已經接獲通知，並且揾到涉事嘅學生，將會嚴肅處理。港鐵就回覆話留意到相關嘅片段，視乎現場實際情況，若果有需要，職員將會採取跟進行動。又提醒乘客唔應該干預車門，而相關嘅乘客可以考慮搭下一班嘅輕鐵。舊年10月，亦都曾經有人蓄意伸手干預港鐵列車車門，導致到列車懷疑喺開門狀態下繼續行駛。警方事後以涉嫌刑事毀壞拉咗一個16歲印度籍嘅少年。